我想要跟你上一件事。先坐好了说话。什么事？就是啊，我想要搬来住。那是你一个人呢，还是两个人呢？哎呦，你也知道嘛，我交了男朋友以后，学校宿舍就不能让我们两个进去了啊，而且我们又没有钱在外面租房子。所以我一定就想到你啦。谁叫你是我爸嘛？你不说话，就是默认了。老爸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谢谢老爸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啊，在这儿住？这是什么片儿？爱宝要求和她男朋友住在家里，对我来说，完全是一种折磨。我有的选择吗？我没得选择。谁叫我是他爸呢？